意影輕輕如晤。吾作此書時，淚珠和筆墨齊下，不能竟書，而欲擱筆。清末革命烈士林覺民寫下咗千古傳頌嘅《與妻書》。《與妻書》中除咗表達咗對夫妻之間嘅深情、相敬如賓、生死相許之外，亦都有為天下人謀永福嘅崇高理想，亦都有對國家嘅熱愛，堪稱百年嘅情書，千古嘅絕唱。